咱再来看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地大选政治现金做假销的争议，佮继续在传烧。会计师端目前将声明强调讲，签证的服务拢是依法在处理，嘛强调讲伊拢是家己查销。佮别讲民众党是开记者会故意无要找伊去。民众党今仔嘛回应讲，端目前早就承认讲，伊无通知竞选总部的人员，家己甲老大交的2000多万分做交别，用其他的公司来报销。郭文地今仔早起是搁再强调讲，伊会找财务长甲端目前来对质，佮讲要找律师去告会计师。我们直接叫律师告他就好了。若是讲要告会计师端目前，郭文铁也强调，会找迄当阵的竞选办公室财务长李文忠甲端目前来对质。郭文铁现日的介绍风波，会计师端目前昨日透过声明反击，强调伊提供签证服务拢是依法规来办理，而且也放话讲，迄当阵是家己一个人去查销。民众党也阁调工歪请伊去昨日的记者会，因故民众党也再度反击。端木正他凭空捏造输入进去的这些账目有没有发票，有没有单据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他是怎么输入的？有没有人指使他做这件事情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他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。但李也表示，查出假销的不是端目前甲伊的助手，批评端目前迄当阵只是坐伫边仔看大家查销，也只讲端目前有当场承认，伫无通知任何竞选人员的情形下，家己调节，甲认为底少的2000多万分做9条项目核销，广告包括视乐、牛等公司。但李安强调，重点是无假发票，完全拢是家己假做的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。到出国进前，记者打电话给端目前，并无接电话。民众党现的政治现金的风波，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批评民众党讲真侪疑点拢无讲清楚，愈解释颠倒问题愈多。显然不会是会计师能够去左右跟主导的。所以现在全部甩锅给会计师，除了会计师本人不愿意吞下去，我想社会也很难以接受。民众党的发言人吴宜选也证实，迄当阵的竞选办公室总干事黄珊珊，也个迄当阵的竞选办公室财务长李文忠，拢是党员，伫这件代志要相对应的责任，经录已经自清调查，中评会也拢会依照规定来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